真诚与你面对面才会长爱，不能忘记你的笑颜，你的开怀，燃烧的愛完全替代傷害。好明顯啦，呢個信息係我哋因為要幫我哋嘅弱勢社群啦，同埋係我哋係中國大陸嘅好一啲嘅腦癱嘅小朋友，其實佢哋係被遺忘，同埋係佢哋確實係真係唔可以自力更生嘅一個團體。咁但係呢個團體呢，我哋係完全，因為我哋經濟起飛啊，咁好多時候呢，我哋係唔會係理會，同埋都唔會係 care 㗎。咁但係佢哋點樣生存啊？佢仲有生存過，每一日每一秒佢哋仲要生存緊㗎喎。以前依靠支持，唔係靠住佢哋自己去做嘅乜嘢。係啊，佢哋靠唔到自己去做㗎喎。咁就係呢個，我哋如果再唔俾愛俾佢哋嘅話呢，係冇人會俾嘅，亦都冇人會知嘅。我覺得這個是很點滴的愛，很點滴，很一點一滴的。關愛鮮於生命交織，微薄之力你一定得去，因為你去到你才知道這是怎麼樣的一個演唱會。演唱會誰沒聽過呀？但是這個非常特別，並且剛才已經蟲介紹咗，這些孩子非常值得支持。我們能做什麼呀？起碼你去聽，起碼你買一張票，也是一個很好的支持。要去，我去幹什麼？我只是去講幾句我心裡想講。Deep love is really from our bottom， 即係我哋嘅心入面係去做呢樣嘢。因為我們在愛中，我們幸福，我們健康，不是每個人都是一樣。對，這些有需要的人，我們能夠做一點，那起碼當有一天我們回看的時候，我們做了我們可以做的。就讓我哋以熱烈嘅掌聲一齊歡迎我哋嘅天涯歌女蟲種姐姐陳松伶。誰能料到風雨雲全為我起，為求夢變真錯過也不斷試，想放下多少次，堅持為你起，我跟你始終心一致。哪管風橫雨，當黑心笑容畫上臉，來活過愛過自然。明日世界怎麼去練，仍想跟你天空會放晴或有雨，人事變化一驟然。如人可記的分與秒，內心這片情天。大家知唔知我入行咗幾多年啊？咩話？15年啊！多謝，我真係入行40年啦！你諗下，你哋而家都係30歲啫嘛，我入行仲大過你。所以呢個咧人生嘅經歷咧，其實會有好多嘅，我哋會有好多點點滴滴。但係咧，我從我自己入行嘅所有歌開始唱俾你哋聽，我覺得係應該係陪住你一齊成長嘅，送俾你哋天涯歌女。生活啊，再苦困，我甘心等。
不變的是這情人。如兒又再彎彎似鈎，編走一頁隨浪流。天上那月兒彎彎似了九州，海裏漁歌聲聲走。誰是誰只伴隨他的心中暗淚垂，人以淚相秩序，內心粉碎。走不沾到亦陶醉，沉於煙花迷亂又於誰？得悉昏暗夢容大退，人生苦笑仍然是看那轉動車輪，兩手牽，心相愛，挽手溫馨長坐，心莫莫擾，隨隨豪氣兩並肩，地老天荒荒，舊心中一份愛。兩手牽，相依，心相愛，令世間光輝常在。天地春風再吹，愁雲盡散往月海，豪氣重遇天地，和愛永在。好中意咧，就係趁住喺音樂會嘅時間咧，咩類型嘅歌，乜嘢即係自己以前一啲嘅情懷咧，都可以即係翻嚟，可以感受到愛。其實我哋可以透過歌，我哋打開世界嘅門。喺度高興認識你哋三藩市嘅朋友，多謝你哋。我有一隻歌係，等我諗下先點樣介紹呢？我有一部戲叫做《生命恩愛動聽》，應該你係好多年前呢，就影音視團呢，就係拍過嘅一個電影嚟嘅。咁跟住之後呢，影音視團呢亦都拍咗個電視劇，亦都叫《生命恩愛動聽》，生命天使叫《生命天使》。咁入邊呢一隻歌呢，係我同喬媽，我唔係同喬媽一齊合唱。我都如果我有幸嘅話咧，真係我好想同佢合唱。但係我係同佢喺入邊呢一部電影、一部電視劇咧都有合作。咁呢一隻歌咧，我第一我就送俾阿喬媽先，因為入邊嘅歌詞咧真係好，真係佢嘅愛情故事。咁啊，除咗係主人翁嘅愛情故事，亦都係好代表喬媽嘅一個愛情故事。我每一次咧唱咧，我諗起佢咧，一諗起喬媽同埋喬宏叔咧，我都會係好受感動，同埋咧會唱得特別投入。亦都送俾你哋，生命恩愛動聽。情像流星，沒有星閃過一段情，一世界但看清。情像流星，像眼睛相對閃亮時，心如無限動聽。從生到死，沒法妥協。王子與公主的吻是理想童話，情天逆轉，光輝太短，交託上天將心意愉悅，繁星滿天，聚滿思念，仍相信生死的缺陷有天縫合。悠長夜裏，我的雙眼總會在星光深處凝望你。大家好，蟲蟲靚唔靚啊？唔夠你靚啊！歌唱得好唔好聽啊？
哎呀，唱得咁好，又拱咗個老人家出嚟做乜啊？大家咧唔好叫佢喜樂婆婆，大家叫佢喜樂 BB 啊！佢唱得好好，分享得好好，就係呢句咧，就講嘅係歷史。曾經 BB， 你家下老人家唔係，你而家係大 BB 帶 BB 嘅婆婆，喜樂婆婆。喺度，我要將嘅時間交俾我哋嘅喬媽，我哋熱烈掌聲。我交給你了哈，謝謝。在這裡啊，你乖乖哦，在這，不要到處跑啊。放心，我跑不動。好啦，我哋再次掌聲給喬媽。那我們這次主要的題目是生命因愛動聽。那我就要分享我的生命當中，知不知道我今年多少歲啊？95，下個月就96了。感謝讚美主，這聲音還這麼好聽，天生爸爸的祝福。很感動，想起當初喬紅感動我，是因為他一句話。他追我，我不信。當然是他追我了，你猜也可以猜到嘛。他跟那些什麼影后啊、美女呀一塊兒拍戲，我往哪兒站呢？當然是他追我。再說他的身材高大威猛，要真是跑我也跑不過他呀，並且我也不願意跑。但是當他開始追我的時候，他說：“我喜歡你，我是認真的。你願不願意嫁給我，主權在你。”但是有一天，我離開世界的時候，因為我已經接受了耶穌基督做救主。剛才我說喬紅是第5代的基督徒，等於福音介入咱們國家，他們的家庭就蒙恩得救了。他是第5代的，而他信仰對他來說非常重要。很多認識他的人都非常喜歡他的正直，從來沒有亂七八糟的東西。他說有一天我離開世界，我已經接受耶穌做我的救主，我會被耶穌接回天上去，對不對？凡是我們有生之年做了一個很清楚的一個宣告，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做我的救主，請你赦免我的過犯，饒恕我做的一切的錯事，你是我唯一的主。當離開世界的時候，主耶穌怎麼說？他說在我天父的家裡頭有很多住處，他是為我們預備地方去了。他說當我天上的家給我們預備的是太多太多的住處了，有一天你離開的時候，我是會來接你們的。這是主耶穌離開世界的時候答應他的門徒說的。而喬紅說，我接受耶穌基督做救主，罪得赦免，我是蒙恩得救，天國國民。如果離開世界，主耶穌接我回天家，我不忍心看到你在地下。有一天我在上面的時候，你嫁不嫁給我，我不是看得最重要，我看得最重要的是，我不忍心看到你在下面。
我相信任何一个被爱的女孩子听到这句话都会受感动。如果她当时说的是如果你不愿意嫁给我，你娶了谁我去跟他拼，坦白说，如果任何男孩子跟乔红拼的话，成功的机会还不高。因为乔红真的是他健身的高大威猛，但是他不忍心看到我在底下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动。我开始在信仰上跟他一起，那我们就认识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吧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在就是彼此在信仰上摆上了一段时间，我真的明白了，这位创造天地的神爱我们。所有的信仰都是要人行善，唯独基督的信仰是我们要跟这位造物主建立关系之后，我们的生命改变。很简单，改变成好了之后，那就好了嘛，言谈举止就都好了嘛。我今天的普通话好听，因为我会说。那如果不会说，勉强说的话就不行了嘛。所以这是一个里面有行诸于外的一个事实。感谢赞美主，乔红把他生命当中的宝贝介绍了给我。然后我们在神的感动之下结婚了。神给一人预备了这个家，而然后我今年刚才说就快96了，今年年尾我会回香港，一人之家40周年纪念，我会回去，我们有扩大的庆祝，为我的生命跟主连接，为我的生命给我预备一个爱主的丈夫，拍手归荣耀给主。多谢。点点滴滴川流不息，关爱献予，生命所致，为我致力，换来你的微笑，美好回忆埋在心底。主辦方亦都係我哋嘅好嘅支持者，好多善事咧。其實好多嘢我都要向佢學習，大家一齊俾掌聲俾 Uncle Ken。
呢個俾你嚇，做 gym 啊，記住啊，做運動啊。流水讓歲月輕輕抹乾心中的淚，能共你相聚，一刻都想佔據。起晒身，好開心啊！繼續喎，我哋唔好停啊！好似一隻黑色恤，隨時施法術。哇，咁犀利嘅，人人也叫他烏卒卒，一切烏龍把戲都使出，犀利哦！烏卒卒，將哭聲變做旋律。人生你會遇到好多人，人生你亦都會有好多嘅起起跌跌，就好似笑看風雲。咁但係我哋就會係一笑看風雲過，有啲咩可以係唔開心，係咪啊？